伫台湾中心的南投县的4个乡镇。 埔里、鱼池、国姓甲仁爱乡推测到后疫情的观光，邀请这4大乡镇的乡镇长来做代言人，联手来推出着对着嘉宾去旅行的活动，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 埔里4个乡镇联合起来，由乡镇长担任活动代言人，以由一个咖啡产业做起点，邀请全国乡亲对咖啡来旅行。配合观光局的国旅补助，我相信我们这边的所有业者、各行各业的观光业者都竭诚欢迎全国的游客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这边来旅游。 除了咖啡产业，南投县还有真济观光产业，欢迎大家来南投县佚佗。那所有的民众来到南投，配合这一次的消费可以在我们这里好好的旅游，做一个深度的游程。除了埔里镇、仁爱乡、国姓乡、还有鱼池乡，嘛举办相关活动，欢迎大家到时阵再来观光佚佗。 我是李一文，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记得收看52动起来，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